小朋友好，今晡日嘅口餐係乜嘅咧？大家有發現冇？禮拜日清結束，拄好係哪日啦？大家知道疫情結束的那一天，目前疫情結束的那一天，拄好係哪日啦？到底是剛好是哪一天呢？冇唔錯，拄好就係6月14。拄好係呢個五月節，端午節。好，五月節，你要做乜嘢呀？我們要做什麼呢？最喜歡吃的，最好是個粽子。所以，你今晡日嘅口餐就係我來教你五月節嘅醃肉。你開始上課咧。五月節，大家來個五月節，食粽子，比起來，含肉扒兩蒜，含粽、雞粽、老闆粽，你最愛食係哪種？都好食。同伴愛都愛。哇，今晡日嘅口餐學會了嗎？今天的課程學會了嗎？好，你留下係複習時間。你過來複習一擺，再來複習一次咯。端午節，五月節，吃粽子，食粽子，比例蛋，比起來，划龍舟，扒兩蒜，還有什麼？粽子。對了，好來，第一個米粽，含粽。第二個甜甜的鹼粽，黃色的那一種，雞粽。第三種客家人最愛吃的板粽，這樣有問題嗎？好，沒有問題的話呢，再複習一遍以後呢，這一個我們可以把它帶入小蜜蜂的歌曲，然後就可以唱咯。好，你們來試試看。好，天頂線上強下來唱一擺，跟着老師來唱一次咯。五月節，大家來個五月節，食粽的比起來，含油扒兩蒜，含粽、雞粽、老闆粽，你最愛食係哪種？都好食，同伴愛都愛。所以我們的功課是什麼呢？冇唔錯，就係要唱兩條五月節嘅歌，就是要唱這個端午節的歌，套入小蜜蜂 ，OK 嗎？加油咯，長來了。